嘉义县义德的中正堂是当地唯一的大型运动中心，进前有请艺术家来教外面做一个整修大改造，今卖已经做好势咯，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。幼稚园的囡仔向馆长学家家己创作的绘画图，除了囡仔的作品，嘛有社区时代做的物件。嘉义县日治国小边仔的中正堂广场，过去无人管理，今麦改善了后，增做一个艺术广场。之前的规划可能没有办法这么好的使用，然后也有点那个脏乱跟杂乱，所以我想说，透过这次的机会，用减法的方式，先把这个空间打开来，很宽敞、很安心啊，然后带小孩就可以很放心的再让他们在这边玩啊，然后不用担心车流这样子。现在的比较鲜艳，也比较漂亮。不像以前比较单调。新启用的艺术广场采用在地文化特色，透过社区甲学校的力量，重新装塔，经过东瓦改造工程，初二正式启用。学习去的时候做东西，然后在那边把它挂在那里展示。社区的老人以及阮的幼儿园大家共同用因的智慧、因的创作，共同一起改变的。这5、6点钟来嘛，真方便。足好诶！广场正式启用，民众嘛增加新的活动空间。嘉义县文管局表示，刷来希望透过艺术这种模式，大大改善嘉义县18乡镇的公共空间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